Hi， 我係沈德寶莉，歡迎你加入 Body by Deborah。我設計呢一套運動咧，係適合初級至中級班嘅程度嘅喎。如果你係第一次跳健康舞咧，你會覺得好玩，而且好新奇嘅。而且你做完運動之後咧，你會覺得你嘅精力、耐力同埋身體各部分咧都會好靈活嘅喎。如果你係中級程度嘅話咧，做完呢一套運動咧，會幫你 keep 得更 fit 嘅。Body by Deborah 咧係分為幾組嘅動作嘅喎。首先當然係熱身操啦，呢個環節咧係好緊要嘅，因為我哋嘅肌肉係要有足夠嘅舒展，咁跳起 aerobics 咧就唔會生硬，更加唔會抽筋，而且我哋啲肌肉咧就唔會拉傷嘅，所以你哋要注意啊！熱身操後咧，我哋就會針對我哋嘅腰部啦、手臂、腹部、臀部同埋大腿啦。藉着呢啲嘅運動咧，你哋就會知道自己邊一方面要特別注意啦。唔可以少得嘅當然係 aerobics 啦，即係要跳嗰部分嘅咯喎。aerobics 咧係有大約12分咁長嘅，仲係主角嚟嘅。想知道 aerobics 可唔可以幫你達到呢個目的，就要 check 下心跳測量表啦。究竟你達唔達得到理想嘅度數？跟住以下嘅方法測量啦。首先以220減你嘅年齡，例如係30歲先算啦，咁即係剩翻190，再將190乘0.6，得出嚟嘅度數係114，呢個就係運動最低嘅心跳紀錄。如果將190乘0.85，得出嚟就係162，呢個咧就係最高嘅心跳紀錄啦。究竟點 check 呢？辦法好簡單，只要將兩隻手指放喺頸側邊，你會 feel 到脈搏跳動，即係你嘅心跳啦。然後跟住我數6秒，將計到嘅度數乘10。或者加個0就得噶啦，呢個就係你每分鐘嘅心跳度。根據正話 show 俾你哋嘅最低114度同埋最高162度，你就知道自己嘅運動量夠唔夠標準啦。如果高過頭，你就要慢翻落嚟；如果低得滯呢，你就要跟得我貼啲，努力啲啦。Aerobics 之所以咁有效咧，除咗可以幫我哋增強我哋嘅體力同埋增加我哋嘅心臟機能咧，仲係減肥最快同埋最有效嘅運動嚟嘅。嗱，做完晒我哋嘅 aerobics 啊，同埋做完晒成套嘅運動咧，我哋就會有個 cool down， 就慢慢可以幫我哋鬆弛同埋放鬆晒我哋嘅肌肉嘅。萬事起頭難，要繼續做咧就更加難。運動呢樣嘢咧係要講恆心嘅。嗱，如果你哋係想 fit 啲、瘦啲同埋靚啲咧，唔好諗咁多啦。今日開始同我時時 keep fit 啦。一齊開始嚟做熱身運動先啦！嗱，如果我去呢邊，你就跟我去呢邊；如果我去呢邊，你就跟我去呢邊。咁好啊！隻腳擘開，記得膝頭哥要放鬆，腹部收縮，臀部收縮。咁好，我哋一齊開始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嚟一次吸氣，呼氣，頭放低，遞高，放低。遞高，1、2、3、4，放個頭去側邊，3、4、5、6、7，另個頭去側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縮膊頭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膊頭去後，1、2、3、4，向前，3、4，右膊頭，左膊頭遞高，然後曲個膝頭哥，遞高個腳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伸直向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曲右膝頭哥左推上，4、3、2、1，兩個膝頭哥曲，然後伸向前，慢慢上，3、4，再推上4下，1、2、3、4，向前，2、3、4，嗱兩下，1、2，向前，慢慢上，再嚟一次，2，向前
慢慢上，然後就喐個膝頭哥。嗱，記得要吸氣、呼氣。4、3、2，向前手擺喺個背脊後邊，背脊要直。4、3、2、1，推去右邊。嗱，記得個膝頭哥要同個腳趾係直嘅，唔好推嘅膝頭哥前。4、3、2，放手喺個膝頭哥，第二隻手放喺地下，然後擰去側邊，遞高臀部，放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曲個膝頭哥，然後遞全部放低。舒展呢一個部分，放低，提高，放低。4、3、2、1，然後伸直兩隻腳，唔好喐，記得唔好硬。擰去前邊，曲個膝頭哥推。1、2、3、4，慢慢壓翻上嚟。3，然後曲個膝頭哥。1、2、3，向前，手擺喺背脊後邊，推去側邊，推。2、3、4、5、6，隻手放喺膝頭哥，第二隻手放喺地下，然後擰去側邊。嗱，記得慢慢嚟，唔好韌喎。然後遞高臀部，放低，遞高，放低，遞高，放低，手放低喺地下。嗱，記得吸氣、呼氣，唔好 hold 住道氣，慢慢嚟。然後曲個膝頭哥放低喺地下，遞高臀部，放低，遞高臀部。嗱，你膝頭哥唔應該係推前㗎，唔好喐個膝頭哥。再嚟4下，1、2、3、4，然後伸直兩隻腳。2、3，然後向前曲個膝頭哥，推。2、3、4，慢慢咬翻上嚟，拉個腰部推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再嚟一次。1、2、3、4，推。1、2、3，兩下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，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後吸氣，大家呼氣。嗱，我哋開始做腰部咯喎。嗱，做腰部嗰陣時咧，記得唔好喐個座位，淨係喐個上身，同埋膊頭要放鬆，同埋要笑。推。1、2、3、4、5，落伸直嘅手，推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推去右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推去左邊，係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遞高個手，座位唔好喐佢，淨係喐佢上身。4、3、2、1，然後兩隻手推。2、3、4、5，你個背脊要直，唔好中前，伸直，拉。4、3、2、1，然後淨係推去右邊，膝頭哥要曲，唔好伸直，臀部收縮，膝部收縮，推。4、3、2，去第二邊，推。1、2、3、4，繼續推。2、3、4，最後4下。4、3、2，推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手放喺條腰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後曲個膝頭哥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兩隻都伸直，二、三，曲個膝手踭，二、三、四，伸直手，二、三，曲個手踭，一，伸直嘅手，嚟記得吸氣呼氣，唔好 hold 住道氣，曲隻手踭。然後伸住個手再嚟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hold 住一下，推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伸住個手，放低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慢慢做，七。手放喺條腰，伸住隻腳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後我哋去第二邊推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伸住隻手推，慢慢，二、三，嚟記得係拉到個腰部，四、三、二。手放喺條腰嗰度，然後伸直腳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曲個手膝頭哥，淨係喐個腰部，嗱，全部唔好俾佢喐喎，淨係喐個腰部，身要挺起，背脊要直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伸住一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伸直隻腳，落，伸直，上，落，上，落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後曲個膝頭哥，手放喺條腰，手放喺個膊頭嗰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手放喺個頭後邊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放低隻手，隻腳合埋，就喐個腰部，全部唔好喐，膊頭放鬆。嗱，我哋繼續嚟啊，唔好俾佢停啊，繼續啊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後推上，放低隻手，然後喐埋隻腳，腳踭要離地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，縮個膊頭，繼續。3、2，手放喺條腰嗰度。嗱，我哋預備開始，你要做帶氧運動噶咯喎，隻腳繼續喐。嗱，記得要吸氣、呼氣，預備開始要跳噶啦。4、3、2、1，曲個膝頭哥硬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腳踭遞高。嗱，而家到 Keep Fit 嘅主角咯喎，就係 Aerobics。手揸住條腰，隻腳繼續喐。1、2、3、4，雙腳曲。2、3、4，放開隻腳，遞高個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隻腳合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隻腳擘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揈去右左，嚟記得要吸氣、呼氣。嚟吸氣、呼氣，唔好 hold 住道氣啊！推隻手向前，1、2、
11、12推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後遞高隻腳，喐埋隻手，並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打圓圈去後，3、4、5、6、7，打圓圈向前，吸氣，呼氣，唔好 hold 住道氣，然後推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而家就喐腳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推隻腳去後面，手向前，吸氣，呼氣，推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行，遠步行，遞高個膝頭哥，嚟叫腳踭撳落地下，踩落地下，4、3、2，隻腳擘開，遞高膊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嚟6、5、4、3、2，遠步行，腳踭踩落地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會開始跳少少，記要吸氣，呼氣，手放喺條腰嗰度，腳踭掂地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並隻手向上，遞高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推前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係啦，我睇緊你哋㗎，繼續喐啊，唔好俾佢停啊！吸氣，呼氣，然後推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打圓圈。吸氣，呼氣，手伸向上。吸氣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轉第二邊，4、3、2，再嚟一次轉，4、3、2，然後轉第二邊，4、3、2、1，雙腳韌，腳踭離地，遞高個腳踭，吸氣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，去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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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遞高個膊頭，吸氣，呼氣，繼續啊，唔好俾佢停啊！4、3、2、1，然後擘開隻腳，手放喺條腰，合埋隻腳，1、2、3、4，擘開隻腳，合埋，擘開，合埋，擘開，兩下，1、2、3，嚟，而家喐埋手咯喎，吸氣，呼氣，擘開隻腳，韌，2，嚟，記得腹部要收縮，全部要收縮，同埋笑，4、3、2、1，隻腳合埋，腳踭遞高。嗱，我哋會慢慢慢翻落嚟。嗱，隻腳繼續喐，唔好停，擺兩個手指喺你頸側跟嗰度，
跳動嗰部分咧就係你哋嘅脈搏。我哋一齊開始嚟數6秒啊！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度數幾多啊？同我哋表格係咪差好多咧？嗱，如果你度數係比較高一啲咧，即係你哋要慢翻落嚟。但係如果你度數係比較低一啲咧，即係你哋唔跳得夠勁。所以咧，我哋就要開始跳第2部分啦。嗱，而家我哋第2部分嘅 aerobics 啦喎，呢一部分咧會比較勁一啲嘅。如果你哋係跟唔到嘅咧，就盡唔好停，但係或者自己慢翻落嚟，原地跑。記得吸氣、呼氣，我哋開始跑，遞高個腳踭，3、4、5、6、7，手遞高向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推隻手去側邊，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4下向上，記得腳踭要踩落地下，4去側邊，2、3，向上2下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拍推2、3、4，吸氣呼氣，唔好俾佢停，推，再嚟4、3、2、1，跑步1、2、3、4，遞高手踭，伸直手，遞高手踭向上，然後伸直手向上揈，吸氣呼氣，手去側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手可以放喺條腰嗰度，踢右左右，手推前，1、2、3，推去側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嗱繼續，唔好俾佢停啊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原地跑，潮流輕 fit 啲，瘦啲，靚啲，推上1、2，腳踭掂地，踢右手1、2、3、4，左手2下，1、2、1、2，一下十字跳，1，腳踭踩落地下，吸氣呼氣，揈隻手去左邊，右左右左，隻腳合埋擘開，合埋擘開，繼續右，唔好俾佢停，4、3、2、1，然後喐個臀部，吸氣呼氣，曲個手踭，4、3，手放喺條腰，擘開隻腳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隻腳合埋，擘開，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兩下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，再嚟一次，1、2、1、2，揈隻手向上，提高，向前，1、2、3、4，向下，向前，向上，向前，下，再嚟一次，跑步，4、3、2，攰唔攰啊？我知你哋未攰嘅。嗱，你記得腳踭要踩落地下，吸氣，呼氣。嗱，呼吸係對你哋好有幫助，要吸氣、呼氣，唔好 hold 住道氣。然後遞高手向上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跳兩下右
然後跑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推個手向前，四、三、二，然後再一次十字跳，手向前，側邊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跑步，一、二、三，手放喺條腰。嗱，如果你哋係攰嘅咧，跟唔到咧，就原地跑，好似我咁樣。但係如果你哋未攰咧，就第二個腳踭繼續喐。2、3、4，喐埋個膊頭，縮膊頭，一，我哋就嚟完㗎啦。喐個臀部。預備，我哋會慢慢慢翻落嚟，吸氣，呼氣。嗱，大家記得笑啊！吸氣，呼氣，再嚟一次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嗱，我哋又會剔我哋嘅脈搏，擺下手喺頸部側邊。嗱，預備數6秒咯喎，預備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度數幾多啊？嗱，如果你度數係太高嘅咧，記得慢翻落嚟，吸氣、呼氣。但係如果你度數係低嘅咧，即係話你哋偷懶，你哋唔夠努力。我哋而家開始咧就做手臂嘅動作，臀部喐，手伸直。嗱，記得個膝頭哥要放鬆，個膊頭要放鬆。唔好縮，放鬆，腹部收縮，臀部收縮，手掌向出打圓圈去後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向前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揸住拳頭推入，2、3、4、5、6，繼續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後臀部冇喐，推入，向出，向出，推入，向出。嗱，記得個手踭要遞高，唔好放低嘅手踭，用力推出，推入，推出，推入，揸住拳頭，記得吸氣，呼氣。如果你哋要嘅手臂嘅線條靚咧，就要做多啲嘅手臂嘅動作咯喎，要用力，用力推出、推入、推出、推入、向出。嗱，喐埋隻腳，嘅手臂唔好喐，淨係嘅前臂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曲個膝頭哥，交叉手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後曲個手踭，繼續交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伸直嘅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手臂。2、3、4，用力推上放低，推上放低，吸氣呼氣，吸氣去第二邊，推1、